观众朋友，今日个项目欢迎收看福起来，我阿明哥刘浩明。讲起盐办的吼，其实我哋提讲南北的盐办的都无共样。从以南部来讲嘅话，我哋大部分都係一啲班車地方，都會包豬肉啊、香菇去醃上。啊，對於台北的我哋北部嘅人來講嘅話，個習慣嘅鹽辦咧係一啲湯地方，或者米地方都有風拍嘅些鹽辦咧，北部人講拌鹽，無如講食鹽。好，然後米地方那麼有香菇啦、蔥頭啦，其他冇其他東西。啊，你見面有想到喏，係一啲貴人強，但是伊可以係一啲鹽辦店嘅，來自我哋屏東聯絡鹽火市嘅貴人強嘅一啲頭家，小鳳田來現場。我哋有請伊來講，一啲安人強嘅一啲後生嘅，開一啲鹽辦店嘅，當初伊總好開一啲鹽辦店嘅同時。一團伊哋以自家嘅生意項目，我哋馬上歡迎入面嘅鳳田來現場。鳳田好，主持人好，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，我係來自屏東聯絡嘅車鳳田。鳳田啊，請問一下吼，因為你自家講屏東聯絡嘛吼，按自家萬西路一直喺度聯絡咪，還是講伊後來到外面去讀書做頭路啊？其實我很細時間，就在高雄那邊讀書。一直到我太好的時間，我去台北，然後念研究所，然後我是頭的時間入喺喺台北，然後特別高雄，安尼是直到2021年的時候才歸去聯絡。等於如果從一般的我哋鄉下生嚟講啊，然後都喺外面讀書係咧都喺外地工作。然後都一直都有啲人都冇回來故鄉啊嘛，但是你過貼片你回來故鄉，但是你睇以前的工作是乜個條路啊？我以前因為我太好念，我大學念的是國立台北藝術大學戲劇系，研究所念的也是同間學校，然後是藝術行政與管理研究所，所以我都是在文化產業裡面工作。那之前的工作其實是在高雄的鳳山衛武營國家藝術文化中心，那做的工作內容主要是做整個節目的策劃，那就是一整年下來有這麼多的表演跟這麼多的藝術家還有表演團隊，那我的工作就是去接待那些藝術家，跟那些藝術家討論說他們演出的一些相關的行政流程這樣。那除了這些事情以外，還有一些在比較重要的節日，比方說週年慶啊、新年的時節啊，就是那我就會擔任，比方說曾經有擔任過這些大型活動的節目統籌，對，然後還有一些比較推廣類的藝術活動，那我也曾經擔任就是公司裡面的導演，在推動跟你知道就是安排這些事情。不談好來係啲關於問題嘛，係算是一啲幾好工作啊！幾時節總嘛想過來開鹽辦店嘅咯？其實我過來高雄是條路嘅時節，有啲時間我會歸去聯絡，回去聯絡住。那因為我阿公阿婆今年過世之後，我覺得在那一個空間，在那個家裡面。我覺得那個生活的痕跡，我覺得那人的味道越來越少，所以我就是有時候會回去住，然後就會覺得有沒有機會，可以歸來聯絡做一些事情這樣。那在21年確定結束在高雄的工作的時候，那我就想說好，那趁這個時間，那我回去聯絡，然後住一陣子，然後決定好，喺開店賣東西。其實對聯絡來講嘅話，其實以前嘅話算是係過年過節那麼貴氣。冇錯，或者是週休2日的時候，因為1到5就是在高雄念書嘛，然後6日的時候同我阿爸阿媽歸去聯絡安尼。對，但是你這個對聯絡嘅感情有暗沉咯。我覺得每一個人就是最後都會回到那個叫做家的地方。有可能你去了其他國家，有可能你去了其他的城市，
但是很有可能就是其实有一部分的人是会回到自己的故乡。那因为像你讲的，我对林洛不是这么熟悉，那也就是因为这样，所以我其实希望我可以回到一个我自己的故乡里面去认识它。因为你看，我的国语、我的台语或者是英文都比我的哈发还要流利。但是我爸爸如果是岭东人，我妈妈如果是嘎东人，因为我自己都是纯的客家人，可是我的客家话其实没有这么流利，或是我其实对客家的文化不那么认识。那我其实希望把我自己走进去这个客家脉络的文化里面啊，我觉得这样也许可以让我多认识它，然后也可以增进我的客语的能力。甲当初像咱的人强伊过去啉咯，一般来讲，我爸嗰种某个咖啡店啦，吼，嗰种都市地波的东西，吼，某个饼的做饼的啦，吼，嗰种东西带过去某个千层蛋糕啦，吼。但是你过贴片先的伊个样板的，系啊，做乜会当初用样板的变成你们点的一个主题？因为因为俺去改点的路会，俺去改路卡，我就只是在想，有什么东西可以代表我们家，当然啦，俺阿婆做的迄猪肉米，我妈妈会做，所以我觉得猪肉米当初也是一个选项，我姑姑的咸汤圆，韩版的，如果俺从小韩式的时间吃到大学到台北念书工作，他只要有包有做，因为寄上来分爱能吃安尼，所以就想说咸汤圆好像不错这样，所以就开始就是跟姑姑学说就是我要怎么样配这些料啊，然后怎么样包咸汤圆，够辛苦够辛苦冇错，因为其实我哋说样板的，我唔提讲，其实做样板的几多嘅公司啦，哈，几多准备嘅东西，班车，然后要去炒肉，然后几多东西要先炒过，然后可以添上。我哋明白是搞几简单，但是其实做好落去是几难。其实人这个差不多学嘅久，啷可以这个我做大概半年嘅时间，系啊。可是以前完全唔晓得做，唔晓得做，我完全不知道，完全。所以就是最一开始就是从认识什么煮肉开始，因为你要选哪一个部位的肉嘛，然后再来是哈皮，然后再来是健康的红葱头或是不健康的红葱头，你要怎么去除它？那炒的过程里面，你要知道它什么样的程度是最香最好吃的，怎么样不会那个烤焦，不会炒烂，对，哎呀，花很多时间。以前我煮，睇到靠我煮饭冇？嗰時候，你係問我媽媽煮嘅，係啊。睇到靠當我媽媽照顧啦。嗰時候睇以前睇台北嘅時間，媽唔可以自家煮，其實細個就講唔到會自家煮。嗰時候等於你講，對要做先你在樣板的做人點嘅一個主題嘅時間，你要完全從頭開始去學習你要點嘅地位最重要嘅一個買嘅東西。係，冇唔錯。因為這樣，所以我係打電話俾我姑姑電話紅絲，然後問他這樣子，然後因為用天花搞成用你先從搞完全冇用啊！我就每一次我練習完，我就拿去他們家裡面給他，然後就等他的心得分享這樣，然後就在每一次這樣調，所以就是那個時間會拖比較久這樣。嗰時差不多半年以後，你這個能可以做出你這個我有滿意的作品。嘿，就是也包含，因為不是只有韓版你本身嘛，因為還有就是你的湯啊，然後你要用哪一些菜啊？因為俺那韓版的湯裡面有加玉米筍，然後香菇跟地瓜葉，因為大部分賣鹹湯圓的店家加的菜都是小白菜比較多，但我們是用地瓜葉這樣啊。為什麼會用地瓜葉？其實是因為這些時間阿公阿婆他們在
俺年路卡后院种一整片的地瓜叶，所以如果要吃菜，其实就是去后面摘，然后入菜这样子。但是因为他们年纪越来越大，没有办法顾，所以就把地瓜叶重新就是起起来整理起来，然后把根去送给一对阿爸跟爸妹他们，让他们去种，让他们去卖。那我就想说，我希望来店里面的这些客人可以吃到我们家最真实、最原始的那个味道，所以我就故意去找那个阿爸跟爸妹，跟他们买地瓜叶回来做这样子。对，其实是这样。可是虽然他也是在天外面的工作，还有这条路，但是我们的风景最尾还是选择的归来联络，去开也被咸阳版的店的。休息下我对下我哋外嗰度咸阳版店的故事哦。翻过来，复起来，上个节目我哋来自屏东联络盐湖市5个年轻的头家车丰田来到嚟现场，同人讲当初怎么可以的买咸阳版的店的？我丰田同讲嘅呢個 tip 喺度講，因為一般來講，我把門窗嘅人睇其他嘅鹽飯店嘅看到都不用拍菜，應該講人家拍菜是一年四季都有啦嚇，但是冬天嘅時候會講我不用嘅茼蒿，但是茼蒿係我哋講季節性嘅一種菜，嗰種平常來講我拍到拍菜，但是佢 tip 喺度講，不用係啲番薯葉，按頭咪個把，總嘛我不用番薯葉嘅一啲故事講出來。但是我哋想講，因為佢頭都講係當初係阿公阿婆種嘅番薯葉，後來因為冇辦法種嘅，後都送份隔壁嘅啲阿伯，人家都天時一提買番薯葉，有想過把番薯葉，應該講阿公阿婆嘅番薯嘅重新拿嚟種嘛，因為你別個太量嚟用番薯葉吧？有啊，我之前開店的時候有想過一個事情，就想說客人來店裡面吃完鹹湯圓，他可以到後院，然後自己去採，然後這樣子不行，這樣子不行，為什麼呢？你大概不到一天，給全部俾你砸槍，那你吃番薯要送，吃鹽飯的送番薯要，或是會送一把，或者半把，用送，那係這個砸啊嗬，那現在阿公阿婆你都可以把一般全部砸槍，也阿爸爸妹他們就去採，冇唔錯，你都可以送一把，真的佛心來的，冇唔錯。那就是，但現在因為俺這個店裡面賣的東西，大概超過一半都是自己用手做的，因為某時間都冇人做，所以目前還沒有辦法接回來自己種自己採，要不然其實這一整個循環下來，其實也是一件我覺得很浪漫的事情。我唔錯啦，因為我做冇人問，因為你講其實也番薯也唔單止講係。特別一種 taste 啦，嚇，係表你店裡邊嘅 taste，同時嘛係一啲所有古來嘅一種我哋講故鄉嘅回憶嘅一部分。好，一部分當然你講一開始是啲當初想要做豬肉麵，冇做鹹鹽飯，好係因為姑姑以前我做本嚟是咧，同時嘛係因為阿公阿婆過身以後，你發現你講呀以前嘅禾塘嘅，以前嘅碌下變咗個樹木，好希望講可以古來有乜嘅事情。但是感覺到講，人家也番薯也都其實都一啲佢重要嘅部分啦。我是因為講下一擺一定會補嚟種啊。哦，我會同你講啊，我會同你講。佢都是有得同我哋上節目講，都係一方面顧店嘅，一方面種番薯也唔可以磨。其實種番薯也唔會磨痕。係啊，啱啲啊。你真係嘅見野下以後，那前面可能愛撕皮啦，然後你等下邊你麵一走成一淋水咯。
是会怕会有一些可爱的小生物。好，给你差不多，我喊的是一两哇，真是早晨愈提啉水，你可以点的。我是放心啦，我同你讲。等前面的行程吼，前面的流程全部摆好以后，你就发现我想把一个时间，因为我因为讲，其实吼，我像俺女朋友都唔会不用反水药。嗰個也唔單止係唔等，算是聯絡彩體啦，可能嘛係能自家錄下貼色，跟住貼色又可以自家做嘅話，會幾好。係啊，你可以看到講，唔單止自家做，連個菜都睇好噃，你都看得到。係啊，亦係同時係嘛係唔自家嘅對家鄉嘅印象嘅一個重要嘅部分啦。當然亦係係自家嘅一個建議啦，同時今日聽我哋現場地方，我哋看到有啲鹹鹽飯同一啲甜嘅鹽飯。係啊，嗰種嘅地方係包芝麻特別花生。哦，麻味同飯條。嗰種當初我想到講，做也俾種甜嘅咯。因為如果只做鹹湯圓的話，可能沒有辦法滿足比較多的客人的想象跟需求。那因為我自己，自己都會是甜的東西，看得出來，所以想說好，那我來做甜的湯圓看看好了。所以我們的芝麻湯圓是選台灣本土的，就是我們自己種的芝麻，比較相對於國外的芝麻，吃起來風味比較濃厚，然後比較有層次，吃起來比較就是會有回香的感覺。那個花生就是用我們屏東的花生，然後下去研磨出來的粉，所以它一整個製成的過程，從花生粒，然後到粉末，然後到變成湯圓，就是其實工序非常複雜。那它花生本體也帶有比較濃的奶味跟那個油脂的味道，所以它吃起來其實它會在你的嘴巴裡面。就是比起其他的花生，吃起來那個殘留在嘴巴裡面的味道時間更長更久。對哈，嗰種你頭先講嘅麻味團嘅，我能講花生、飯條，係啊，全部係自家磨。磨咁厲害，我有跟潮州的一間算是已經做非常非常久的一間店合作，然後他們也很喜歡我們的湯圓，然後我們因為他們的原物料太優秀了。對，因為我都想講你這個磨，因為都上頭都講嘅，因為一兩個東西油脂幾多，係啊，伊幾塊磨呢？係啊，一定塊磨，尤其係因為卡位提嘅，我哋講攪拌機裡邊，根本就壓唔下落。嗰種想講你這個磨唔錯啦，嗰種係自家做嘅話，當然係最好，但是我應講，你要一件鮮料就鮮的個油的哈，個姿勢。如果你這個鮮的台灣種的麻味，台灣種的一啲屏東的一啲，可能講飯條，但是其實用把麻味變成粉，把飯條變成粉，其實係一啲個專業的一啲工作。係，嗰種一種東西，當然有錢的都可以配合嘅人，係最好的。係啊，他們也很一直幫我們推薦跟分享跟宣傳，我們一般去今年店誒，他們就說延和師傅的小刀來了，然後就是我們湯圓真的很好吃啊，然後因為我們也很喜歡他們的就是這些產品，所以我覺得兩邊都算是配合得很好。係啊，因為人係個幾好嘅順範啦，吼，因為講等於講唔係喺前段買嘅嘢，但是伊哋如果喺後段去供應一啲好嘅。良好嘅顏料嘅廠商，因為伊都唔可能講自家嘛可以啲買樣板嘅呀，因為佢都未嚟嘅專業嘅，伊啲專業都用去把好嘅材料變成好嘅一啲顏料，變成一啲好嘅材料本身，好，嚟包出一啲好嘅樣板。唔錯，係啊，嗰種嘢係其實算是一啲對食品來講嘅話，亦係一啲最好嘅一啲順範，都唔是用講配啲假嘅東西，冇用冇嘅東西，吼，伊變成講希望講下人嘅成本過大一些。對啊，冇錯。如果你用的原料本身就已經條件很好了，那其實你做出來的東西，你的產品其實那個品質也不會到太差。而且有些東西做出來，其實它嘅意思都提供有冇顏料好還是冇？係啊，係試出來。
观众朋友啊，希望拿到你头东啊的呢，讲的一个马尾的样板，因为一般来讲的话啊，大部分都是咸样板的嘛。啊，其实从我哋南部来讲的话，是咸样板的话，你从我哋从北部的用的，如果我风拍的样板的，细细样板的，然后去加个风头啊呢，可是真是冇几少时段呢。地波有包牙的一个样板，那样板地波有头头讲的有我哋呢饭头啦，还有同我哋麻啊，其他是咧系麻尾。佢種麻尾翻唔當初綁一批嘅時候，佢快爆嘛？哦，花很多時間，冇唔錯，花很多時間。佢跟以前嘅煮肉嘅嗰種爆法都冇到，冇同樣。餡粉先做，然後做完之後要包成餡，然後包成餡完之後，然後要讓它冷凍，對，然後變成一粒一粒，然後硬長，然後再開始包。其實我頭頭一撞下來嘅時候，都已經批到嘅幾盤嘅嗰種麻味味道。佢仲有啲要加豬油嘛？冇，沒，如何用奶油下去製成的，所以它原本的芝麻的味道加奶油的味道，然後下去綜合起來，所以它的味道就會相對單純，但是卻多元。係啊，你從頭到尾咧頭家講咧，有啲人品嘅時候咧，就是從頭到阿明佢講，嗰種係用豬油嘅話，有時就適烘落，會有一些嗰種個油滋滋嘅感覺。雖然冇唔錯，豬油對人哋講種麻粉嚟講嘛，其實都好強。但是你頭先講嘅係奶油，同我哋係黃油嘛，其實黃油嘅話，入邊味道都夠溫和，比較溫和的一種味道調和在裡面，而且但是中華地方會有嗰種沙沙的感覺哦。因為當初在抓這個比例的時候，就有在想說是要像那種什麼人家說爆漿湯圓那種，或者是就是比較固態式的這一種。但因為後來配比例跟試菜的過程裡面，就是我們還是希望說可以讓大家吃到比較扎實的口感。你就是小時候會試解如何，就是裡面其實會就是有點液態，但是其實還是維持在一個固態的狀態。吃起來那一個整個口感上跟那個飽足感，比較是我們想要呈現。我們其實店裡面就是有一種，就是客人講的啦，說你們店裡面好像有一種餓叫做"言和事無覺得你餓"，就是很怕大家吃不飽。因為我唔錯，因為像頭先係說嚟講，有啲甜人版嘅地方。你會發現嚟講有一皮其實鬼泡，好，其鬼泡，然後佢變成就是好多同學講，也跟麻味吼，其實係更硬長一些，唔好像我哋外面是那種麻，可能一切下去如果流出來，但是像硬長地方，我有嗰種我哋講食得會飽，好，同時我用嗰種感覺到有嗰種壓東西嘅那種感覺，嗰種係食餅嘅吧，冷嘅，我是絕對贊成，因為像有的外面呢，佢講嘛個樣板呢，甜的樣板呢，嘛可以是冷的，可是嗰種我感覺到講啊，伊當初嘅設計都唔係本是冷嘅嘢，伊當初嘅設計其實本是鹹的，唔是蛇味，係啊，對，但是你有冇設計其實會適合是冷的。我們也想說，也希望，因為店裡面雅琪卡路會煮咖比嘛，那就是也希望說可以變成一個甜點。然後飲品，然後這樣子一煮。那你講啊，都發現啊，錯冇錯，真係人家現場都食啲咖喱，冇都食比餐，因為有啲甜度佢適合，甜度很適合，然後又有一些沙沙嗰種感覺，最後其實都最後有一啲咖喱啦、茶啦，嚇，安尼話，如果可能會聽人家最後就會發係，冇錯，有一種妒忌啊，嚇，按到風田裡面即個蠻妒忌，因為有啲人辦了一粒啊，嚇。其實食得會幾飽，佢同你在加上一啲飽嗰種咖喱啦，冇到茶嘅話，其實也會算是甜點來講嘅話，其實算是一個非常飽足感的甜點。係啊，冇錯，所以我們的分量，你從菜單上看起來就2顆，然後韓版你3顆，2顆。這樣夠嗎？絕對夠，絕對夠。可是我發現到講，其實係雖然講係對外面歸來開店，但是其實我哋豐田喺食嘅地方，嘛花嗰度是唔是？休息下我哋下我哋買嗰度個精彩故事。
翻過來，福起來嘅，上個節目來自我哋屏東聯絡人和市5個人強嘅頭家蔡鳳田來到嚟現場，同人講，伊做嘅鹹鹽飯，同伊做嘅甜鹽飯。另外想請問一下，因為其實我哋提供人嘅點名喺度人和市5嘛，嗬，當初怎麼用人和市5做你這個點名咯？其實可以這些時間，我在想這個名字的時候，其實是想要取我爸爸跟我媽媽的名字，叫做志文與月麗，但是後來想說，好像不要消費他們比較好。關我一下嘛，關我一下，做冇俾你嘛，係啊，冇錯，絕對冇。所以就想說，還是用自己，因為我們這個路卡的地址如係屏東縣林洛鄉田中村沿河街45號，我說啊，還是用沿河45鹽和市5好了，就是這樣子的話，好像大家就可以比較快的知道哦。原來這間店的地址是這個，店名是這樣，比較快做一個連接。那除了這個原因以外，也是因為我的朋友啊，各位導演，他們對於屏東的認識，大概就是屏東市墾丁，然後內埔，大正一點潮州、萬巒吃豬腳，可是林洛可能就是一個交流道而已，所以我想說，我希望可以透過我自己小小的店，然後可以讓大家稍微認識一下，哦，原來有林洛這個地方。啊，你這個伊啲完全冇伊啲開店嘅經驗嘅人，唔單止冇開店嘅經驗，唔冇開實嘅店嘅經驗，因為其實做實都冇簡單。冇簡單。其實我哋看好買東西準備好嘅時間，佢之前唔離度店都紅啦。你幾差唔多就店好然後準備啊？有時間就7、8點就紅了開始做，開始什麼？開始準備這些事情，然後因為我哋開店嘅時間，如係5、6日，我們只開週末。5、6日只開中午，只開週末，然後下晝3點到暗晡啊9點。下晝3點，對，因為北面聽我講，安尼唔可以，安尼個動作是唔同。因為我哋做也係航班呢，需要花非常長的時間。然後就像剛剛說，店裡面其實很多東西都是自己要手做，比方說我們的冬瓜檸檬的洋菜凍、菜鹽也是自己做，然後那個巧克力布朗尼也是自己做，因為可能夏天的時候也會搭配冰品一起。那我們都希望這些東西都是從我們自己的家裡面、店裡面出發，所以要花很長的時間備料啊。再加上因為平日的時間，附近應該說來的人比較少，所以我們就是開假日，然後就是希望大家可以集中在這個時間點到裡面來，這樣子。其實就正常嚟講嘅話，嗬，按你雙方嚟，這個也嘅方法其實係唔會難。等於你講，這個避開了一般的我哋講中午的戰區，好，因為其實我哋講鄉下嘅一啲食東西嘅時間嚟講啊，譬如我哋一般嚟講我哋呢，佢最傳統嘅一種麵包飯店，其實係開早晨到當中。都通常當做1點，好1點以後，如我哋講都食觀光客嘅啦。因為一般人嚟講，我哋係食早晨，輪到當做。可是一般最傳統嘅嘅鄉下最傳統嘅店，辦嘅店嘅話，差唔多都1點。差唔多。好，然後但是1點以後下晝如其他嘅嗰種，譬如說食觀光客嘅啦，冇咗嗰種配啲一種。顧客冇共用嘅店嘅啦，可能外來客嗰度嘅店嘅，但係你具體譬你哋專門做可能週末時間，哦，你等於如果其實你避開了一般日常的戰區，哦，當然係做同講嘅，其實你這個有幾多東西係要準備，要手工去做，慢慢話點講，你這個賣煮咖啡賣布朗尼，要全部自己做，全部自己做，當初做乜全部自己做咯？因為你現在開店，如果你在這間店可以吃到別的地方買得到的東西，那就不特別了。那因為如想講，我都已經過去幾個路卡，我開了一間店，邀請就是我放了桌子椅子，然後邀請大家來到這裡。那我其實就希望，可以讓大家吃一點比較特別的東西。那
从自己出发长出来的东西，我觉得就是专属于沿河事务，所以就希望什么东西都手做。因为你这个开店的时，这种都见噶嘛，唔係講幾長嘛，吼。咁你這個以前嘛係完全冇一啲開店經驗嘅人嘛，唔單止講冇一啲做事的經驗嘅人。咁你開店都見噶有度過幾神奇的事情。就是因為我有一個吧台，然後我們自己貼那個瓷磚，然後開始擺設這些家具們，類似這種的。那這一切，然後或是試菜，哦，就是會不會太甜？會不會太鹹？某咪西這種，就是這些過程，其實你沒有經歷過，其實你不會知道，就是原來你跟家人的關係可以這麼緊密。當然啦，就是過程裡面也有一些，就是比方說俺爸爸或者是俺媽媽，他們覺得啊，你要怎麼樣？怎麼只有開假日呢？怎麼啊？就是啊，你的訂單現在就是是不是要出貨啦？就是因為太趕都沒有經驗，就是我爸媽也都不是做餐飲做吃的，所以會擔心。那有的時候就會有一些爭執，這是很自然跟正常的。但是因為俺們如果家人，所以大家就好可以講開，好就是這樣。那我爸爸媽媽也算是支持，就是好，那就是慢慢的我們來完成這些事情。因為歸了愛幾個路卡回家這樣，那他們其實都會有一些出乎意料之外的一些舉動，比方說有一位客人大概是每2個禮拜就會來一次，然後他的行程大概就會是先去我們附近的麵包店買麵包，完了之後然後再過來，就是說好，老闆鹹湯圓1份，菜多，然後說好知道這樣，所以一開始還不是那麼熟，但是後來就知道啊，車子來了，好，那個裡面準備鹹湯圓菜多，這樣他一做好，過沒多久，然後就登場，這樣就是像這種，然後或者是我們曾經也有過包場的經驗，一個家族大概20幾個人，然後擠爆我們的前院這樣，但就是那個是很。你知道，你看到大家這麼開心的在這個地方，然後帶着你知道阿公阿婆，然後叔叔阿妹，然後自己的孫子什麼的，就是這些畫面，其實是很貼近我當初想要回林洛開店的一個畫面。就是我希望大家可以在這個地方，就像回到家裡一樣放鬆，然後跟自己的長輩或是跟自己的晚輩共同聚在一起。像我覺得這個是我截至目前為止覺得印象比較深的一些事情，對吧？唔知個係希望講一點嘅地步係帶俾人一種我哋講氣氛，一種氛圍，因為從碌卡嘅一種感覺，好睇到幾多碌卡可以識到阿姑姑做嘅。好，以前更加很做嘅，吼，你以前來講係姑姑做嘅，更加很做嘅樣板嘅，吼，可以識到啲咖啡，吼，可以識到，如像即個你哋都看見爸爸媽媽有即個做嘅啲點心嘛，吼，啊，更加很即個係老闆即個做，那種東西唔係從外面買嘅供用，但是幾多一片佢滋養，同時識到最健康，吼，最有感情嘅一種食品。佢從入嘅目前開店開到今日來講嘅話。有遇到過困難的事情嗎？有啊，有一時間店裡面不會有客人，你可能就是你從下午從下晝3點啦，你開始做，你會一路做到可能6點才有第一組客人。然後他因為俺年就是金額也不高，就小本生意嘛，所以他可能。他就可能點了，比方說點了1份餐，150，就這樣。這個很，你也不能說是自己的東西不好，只是你會對很多事情開始產生巨大的懷疑。對啊，就是你不知道未來會怎麼樣啊，明天是不是又這樣或什麼的。那你能做的，真的就是透過家人的支持，透過跟在林洛同樣就是這些 Hill 上這些朋友
他们给你的就是建议跟陪伴。因为 US 姐就是就像我刚刚说那个卖面包的啊，或者是比如说卖 tell you 的啊，就是他们会来店里面，然后也会大家会相互分享，然后就是相互然后加油打气啊，就是像这种，你可能才会觉得啊，好，原来大家都可能曾经都经历过这样的状况，这样，但后来就是有稍微比较好一点。店里面的营收稍微有稳定一些啊，因为我们有蛮有做线上的冷冻的宅配跟店到店的服务，那这两项这样子结合起来，就是至少店的状况都还算是 OK， 但是对我来说，还是有很多地方需要再更好，再更往前走，不管是认识更多人，认识属于我自己的客家文化，然后怎么样让我的产品可以再更精致，然后大家的接受度可以比较高，然后更认识我们联合45，或是更认识林洛，这都是这是我想要去努力的地方。从今日的节目的最末啊，像你这个油墨的花，对嗰度嗰種係油上過一攰碌下去開店嘛吼。请工作嘛，或年輕人有乜嘅建議？在準備開店之前，前輩跟我說，創業是一條很孤獨的路，因為很多東西都在你的腦袋裡面，你可以跟人家討論，但最後做很多選擇的跟決定的時候都是你自己。那陪在你身邊的人也很重要，他們怎麼樣給你你可以接受的建議，然後陪着你繼續往前走。對，那我們不知道，不要說未來好了，我們不知道明天會發生什麼事情，所以一旦有這一個念頭出來，其實不要說創業好了，就其實你做很多事情，就是只要有念頭出來，其實就是讓自己趕快去做這些事。對，所以這是不要一直講，去做就對了。你做這過程當中，你就會遇到你就會知道你要解決什麼問題，然後你要想辦法解決它。對。雖然講創業係一個項目嘅路，但是歸到這家故鄉，歸到這家落下，其實去創業嘅話，唔係有人朋友，唔係有人家人。佢個今日談到風景同人分享一下故事，你發現到講，一開始是希望歸到聯絡係深度24000是對客家的影響，但是以這個透過這個努力，嘛幫我哋聯絡有一個新的素材，幫客家人可以自己嚟共下。今日感謝我哋風景同現場的分享很多人故事。好，感謝主持人。歡迎大家來聯絡嘅時節，可以來聯合45，歡迎來了，多謝。休息下喎，等下聽下等先生來，強下運通哦。我看福起來嘅觀眾朋友，記得去我哋面書網站，還有到我哋客家電視台 YouTube，把我哋影片分享出去哦。